今日要同大家爬嘅呢個瓜，真係大到離晒譜。如果你以為謝霆鋒攞金像獎影帝，或者王菲又去邊度拜佛係大新聞，咁你就錯啦。今日呢單料，簡直係將成個香港娛樂圈乃至豪門圈嘅天靈蓋都掀翻咗，勁爆程度比起當年嘅照片門仲要勁爆100倍。大家坐穩啦，張柏芝呢個單親媽媽帶住2個仔捱咗咁多年，竟然喺兒子 Lucas 就讀嘅千億貴族學校，當場被人請出家長會。哎喂，聽到呢度你係咪都好似我咁眉頭一皺，發覺案情並不簡單？呢個係咩情況？豪門恩怨錄又更新咗新嘅章節。香港嗰班無孔不入嘅狗仔隊今次都拍爛手掌，直呼過癮。到底發生咗咩事令到一個10幾歲嘅細路要挺身而出？謝賢4哥點解會突然現身？謝霆鋒又有咩反應？唔好急，呢個瓜保熟，而且汁多肉厚。今日我就帶大家抽絲剝繭，由頭爬起，還原嗰個驚心動魄嘅夜晚。話說就喺上個星期五，全香港最頂級，號稱南中國哈羅公學嘅皇家貴族學校舉辦咗1年1度嘅家族慈善之夜。各位，你哋千祈唔好用我哋普通人開家長會嘅概念去諗呢件事。普通家長會，你帶2梳蕉，帶幾粒糖去就得啦。但喺呢度，嗰個簡直係軍火展示現場。這班香港頂流嘅闊太，一個個着住當季最新款嘅 Chanel 高定，拎住限量版嘅 Hermes 喜馬拉雅，條頸上面掛住嗰粒鑽石，大到好似白鴿蛋咁，閃到你眼都盲。佢哋聚埋一齊傾咩？唔係傾小朋友考第幾名，亦唔係傾邊個補習班好。哎呀，李太，聽講你老公今年捐咗個圖書館俾學校喎。邊度，濕碎啦。黃太你先生捐嗰個 AI 人工智能實驗室先叫大手筆嘛，聽講好之過億喎。聽到未？佢哋俾嘅唔係小朋友嘅成績，係俾老公嘅財力，俾家族嘅勢力。喺呢個充滿銅臭味同攀比心嘅修羅場入面，我哋嘅女主角張柏芝，佢都去咗。但係柏芝同現場嗰班珠光寶氣、面部肌肉僵硬嘅闊太顯得格格不入。當晚佢無着誇張嘅晚禮服，只係着咗一件剪裁簡單嘅白色真絲襯衫，下身一條黑色西褲，頭髮隨意咁挽起，甚至連妝都係極淡嘅素顏妝。但各位老鐵，嗰個可係張柏芝啊，係曾經嘅玉女掌門人，係嗰個就算披個麻袋出街都能夠上頭條嘅顏值天花板。佢往嗰度一企，嗰種清冷獨立嘅氣質，瞬間就將全場嗰啲靠玻尿酸撐起嚟嘅膠面闊太比落去，全場嘅鴿子蛋加埋都無佢雙眼咁有神采。柏芝無去同嗰啲人推杯換盞搞交際，佢只係安靜咁企喺角落頭，溫柔咁望住細仔 Quintus 同大仔 Lucas 班級展出嘅科學項目，眼神入面充滿咗母愛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最惡心、最令人反胃嘅一幕發生咗。幾個平時自視甚高、搞開小團體嘅闊太，端住香檳，扭下咁圍過嚟啦。領頭嗰個，我哋姑且叫佢做陳太，據聞屋企係做房地產生意嘅，平時最中意睇人唔起。陳太故意提高音量，陰陽怪氣咁講：呢個唔係大明星張小姐咩？嘖，真係難得啊！平時見你上綜藝咁忙，竟然都有時間嚟學校。不過都係嘅，一個人帶住2個崽，係好辛苦嘅，又要賺錢又要湊仔，唔似我哋日日除咗插花就係飲茶。呢個大概就係命啦。說話有骨，字字誅心。旁邊另一個黃太即刻跟住幫腔搭嘴：係啊，柏芝，聽講你最近又接咗內地啲綜藝節目去帶貨。我哋呢種做實業家族企業嘅，實在唔明你哋演藝圈。不過講真嗰句，學校呢種慈善晚宴，捐款起步都係7位數，單靠臉蛋同炒作話題，可撐唔起學校嘅門面價哦。哇，各位聽下，呢個係咩說話？呢個簡直係當眾羞辱。佢哋就係喺度暗諷柏芝係離異女星，係靠拋頭露面撈金嘅戲子。
同佢哋呢種所謂嘅正牌豪門唔同班次。全場嘅目光，嚓一聲，全部集中晒喺柏茲身上，有嘲笑嘅，有睇好戲嘅，有憐憫嘅。那一刻，柏茲嘅臉色瞬間變得慘白。佢係見慣大風大浪，但作為一個母親，喺仔嘅學校被人咁樣踩到上心口，佛都有火啦。佢緊緊攢住拳頭，指甲都快要合入肉入面，身體微微顫抖，但佢死忍住，因為佢唔想喺仔面前失禮。就喺陳太同黃太以為自己佔盡上風，笑得花枝亂顫嘅時候，突然間一個清冷、低沉又帶住幾分熟悉感嘅聲音響起：陳太太、黃太太。眾人回頭一看，係 Lucas， 我哋嘅謝震軒。各位，你哋對 Lucas 嘅印象可能仲停留喺佢細個嗰陣精靈得意嘅樣，但係而家佢已經係一個15歲嘅少年啦，身高已經快趕上佢爹地謝霆鋒，着住一套筆挺嘅深藍色校服，單手插袋，嗰張臉，簡直係謝霆鋒同張柏芝基因嘅完美結合體，尤其係嗰雙祖傳嘅桃花眼，平時睇落去似笑非笑，但呢一刻眼神卻冷得好似萬年冰川咁。佢一步一步行到柏芝面前，用並唔算寬厚嘅膊頭擋住咗嗰幾個闊太惡毒嘅視線。我媽咪辛唔辛苦，唔勞你兩位費心。Lucas 嘅聲音唔大，但字字鏗鏘，全場死寂。佢冷笑一聲，嘴角微微上揚，嗰個表情簡直同後生嗰陣嘅謝霆鋒一模一樣。既然你哋咁中意講門面，講家族企業，咁唔知陳太你記唔記得，你上個月喺澳門威尼斯人貴賓廳一晚輸咗3000萬，當時簽單用嘅係邊間家族企業嘅門面呢？全場一片嘩然，陳太嘅臉當場由白變紅，由紅變綠，最後變成豬肝色。佢手一震，啪一聲，手入面嘅香檳杯跌咗落地下，摔得粉碎。佢老公喺旁邊，臉色瞬間黑過鑊底，狠狠咁啤住自己老婆。Lucas 根本冇俾佢哋喘息嘅機會，轉頭望向個黃太，眼神更加犀利。仲有黃太太，你啱啱話我媽咪靠話題，咁如果你先生上個星期三晚上8點喺半島酒店6012號房私會應屆嫩模冠軍周小姐，並且送出一架價值200萬嘅跑車，呢個話題夠唔夠勁爆？夠唔夠撐起你哋黃家嘅門面？全場徹底炸鍋。黃太聽到呢番說話，雙眼反白，尖叫一聲，差啲當場暈低過去。佢老公即刻衝上嚟想捂住老婆個嘴，場面一度混亂。靚仔，太靚仔啦！呢度邊係咩星二代啊？呢個簡直係霸道總裁附體，有理有據，一招致命，絕不拖泥帶水。Lucas 用最平靜嘅語氣爆出咗最勁爆嘅猛料，直接撕開咗呢班所謂上流社會嘅遮羞布。就喺全場亂成一團，學校嘅校長同保安都面色鐵青咁衝過嚟，準備控制場面嘅時候， Lucas 做出咗一個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嘅動作。佢只係淡定咁抬起手，喺佢手腕上嗰隻睇落平平無奇，甚至有啲舊嘅卡西歐電子錶上面，快速撳按咗3下，一聲低頻嘅電流聲響過。晚宴舞台中央嗰塊原本正滾動播放住李家捐款500萬、張家捐款300萬榮譽榜嘅價值1000萬嘅 LED 巨幕，突然間黑屏咗。校長嚇到跌咗眼鏡，搞咩啊？系統故障，快啲叫技術人員。但係3秒之後，屏幕再次亮起，出現嘅唔再係嗰啲冷冰冰嘅捐款數字，而係一幅幅畫面。畫面1：凌晨3點，暴雨傾盆，鏡頭好搖晃，明顯係偷拍視覺。張柏芝素顏，披頭散髮，背住發高燒嘅細仔 Quintus， 喺颱風天截唔到車嘅情況下，一步一步艱難咁爬上20幾層樓嘅樓梯去醫院。佢全身濕透，但護住仔嘅雙手，紋絲不動。畫面2：片場角落，柏芝着住厚重嘅古裝戲服，累到攤坐喺摺凳上瞓着咗，手入面仲揸住劇本，而膝頭哥上面
放住一本 Lucas 嘅英文課本，上面密密麻麻寫滿咗佢查字典做嘅筆記。畫面3，屏幕上開始瘋狂滾動數據流，最後化作一張張清晰嘅轉賬記錄。匿名捐贈：雲南山區希望小學50萬。匿名捐贈：香港兒童癌症基金100萬。匿名捐贈：單親媽媽互助會80萬，全係匿名嘅。整整滾動咗3分鐘，嗰啲數字加埋，總金額竟然超過咗當晚所有闊太捐款嘅總和，而且每一筆捐款嘅時間都係柏芝被媒體抹黑、被網民攻擊得最勁嘅時候。原來呢個傻女人呢幾年將佢辛辛苦苦拍戲、接綜藝賺返嚟嘅血汗錢，除咗養家，大部分都拎去做咗慈善，而且從來唔對外講半句。現場嗰啲啱啱仲譏笑佢係撈女嘅闊太，全部都閉嘴咗，成個宴會廳安靜到連跌支針都聽得見。屏幕最後定格喺一行字上，字體狂草，同謝霆鋒當年寫歌嘅字跡一模一樣，顯然係 Lucas 用代碼打出嚟嘅。呢個簡直係當眾處刑。嗰幾個闊太估計呢世都無面再喺香港社交圈立足啦。柏芝企喺原地，望住屏幕上自己狼狽但堅強嘅偷拍相，望住嗰啲無人知曉嘅捐款記錄。呢個當年被全港罵大話精都冇喊過嘅女人，呢一刻眼淚嚓一聲就流落嚟。佢一把抱住 Lucas， 喊到渾身顫抖。原來個仔一直都睇在眼內，原來個仔一直都懂，而且用咗咁極端又咁浪漫嘅方式去守護佢。但現實問題嚟啦，Lucas 黑入全港最頂級貴族學校嘅系統，仲爆咗家長嘅私隱。呢件事喺校方睇嚟，簡直係無法無天。嗰個勢利眼嘅校長見到場面失控，即刻變臉。佢指住張柏芝同 Lucas 咆哮：張女士，你個仔呢個係網絡犯罪，係嚴重違紀，你哋即刻俾我離開學校，而且我哋校董會要考慮開除謝振軒嘅學籍，仲要報警起訴。你以為柏芝會俾人嚇到？你以為佢會跪地求饒？無，佢擦乾眼淚，將 Lucas 護喺身後，眼神變得無比堅定，正想開口反駁，就喺校長拿起電話準備叫保安趕人嘅時候，咚一聲巨響，宴會廳嗰扇厚重嘅價值幾十萬嘅雕花大門被人從外面一腳伸開咗。邊個敢話要報警拉我個孫？一把蒼老但中氣十足、極具壓迫感嘅聲音傳入嚟，隨後一陣有節奏嘅拐杖聲，篤篤篤咁響起。係四哥謝賢，我嘅天啊！80幾歲嘅四哥竟然親自嚟咗，佢依然戴住嗰個標誌性嘅黑超墨鏡，着住量身定製嘅緊身皮衣，頭髮梳得一絲不苟，身後跟住嘅唔係普通保鏢，而係整整6個着住黑西裝、拎住公文包嘅男人。我爬咗一下，呢6個人唔係打手，而係香港收費最貴、戰無不勝嘅金牌律師團。四哥行到邊，人群就自動分開一條路。佢行到校長面前，除低黑超，用嗰雙閱人無數嘅銳利眼睛啤住校長。李校長，好大嘅官威啊！我謝賢個孫喺學校見義勇為，拆穿啲虛偽嘅人，你唔頒獎俾佢，仲話要開除佢。校長嚇到腳都軟埋，結結巴巴咁講：謝老先生，唔係啊，係 Lucas 佢黑入系統。黑入系統。四哥冷笑一聲，隨手接過身後律師遞上嚟嘅一份文件，直接甩喺校長塊面度。睇清楚，半個鐘頭之前，謝氏家族基金已經完成咗對你哋學校董事會51%股權嘅收購，即係話由而家開始，呢間學校姓謝。Lucas 唔係黑入系統，佢係作為學校嘅少東家，檢查下自己屋企嘅顯示屏有冇壞，有咩問題？霸氣，太霸氣啦！原來四哥收到風聲話新抱同孫仔被人蝦，二話不說，直接超能力解決問題，買起成間學校嚟撐腰。四哥轉身望住張柏芝，語氣瞬間變得溫柔。柏芝，唔使驚，
只要我謝賢仲有一口氣，謝家嘅大門永遠為你打開。邊個敢蝦你，即係同我謝賢過唔去。然後佢伸出嗰隻戴滿戒指嘅手，摸咗摸 Lucas 嘅頭，乖孫，做得好，似我，有種。不過下次唔好搞壞個屏幕啦，換個個都要錢㗎。雖然阿爺有錢，全場笑聲一片，但更多嘅係敬畏。這場鬧劇最終以嗰幾個闊太灰溜溜離場，校長被當場解僱，謝家強勢控場而告終。事後有消息傳出，當晚謝霆鋒雖然無現身，但佢嘅社交媒體賬號喺凌晨3點發咗一張相，相入面係一碗熱氣騰騰嘅風味拌麵，配文只有簡單嘅8個字：無懼風雨，永遠係家。雖然無指名道姓，但明眼人都睇得出呢個係對 Lucas 行為嘅默許，亦係對張柏芝多年付出嘅一種認可。回顧成件事，真係令人感慨萬千。我哋睇咗咁多年風之戀嘅分分合合，睇住張柏芝一個人帶住2個仔，由被全網黑到今日成為最強媽媽。好多人都話張柏芝係一手好牌打得稀爛，但今晚 Lucas 用行動證明咗張柏芝打出咗人生最好嘅一張王牌，就係佢嘅仔。佢無俾小朋友喺仇恨入面長大，反而將 Lucas 教得咁正直、咁勇敢、咁有才華。Lucas 嗰句你連俾我媽咪提鞋都唔配，唔單止係維護母親嘅尊嚴，更加係宣告咗一個少年嘅成長與擔當。至於謝賢呢位娛樂圈嘅活化石，佢嘅態度其實一直好明確。佢曾經講過，我只認張柏芝一個新抱。今次嘅霸氣護短，更加證明咗喺謝家心目中，血緣同親情永遠大過外面嘅風言風語。就算謝霆鋒同王菲愛得幾轟烈，張柏芝作為2個謝家男孫嘅母親，佢嘅地位係無可撼動嘅。這場發生喺貴族學校嘅風波，唔單止係一場豪門打臉爽劇，更係一面照妖鏡，照出咗所謂上流社會嘅虛偽，亦照出咗親情嘅可貴。各位觀眾，你哋覺得 Lucas 今次嘅做法啱唔啱？如果你係張柏芝，面對咁樣嘅羞辱，你會點做？如果你係謝霆鋒，見到個仔咁樣維護前妻，你會唔會覺得愧疚？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你嘅高見。如果你都覺得 Lucas 做得好，記得俾個 like， 訂閱我嘅頻道，再順手轉發出去俾更多人睇到呢個解氣嘅故事。好啦，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節目再見。